Hello， 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Go Go Go》，哈不我係民主。今日民主我來教大家做嘅第一個料理，就係第一個打拋玻璃菜乾，就是這個第一就係玻璃菜乾，也就是高麗菜乾哦。到底要怎麼樣跟這個泰式的打拋的方式來做呢？讓我們一起來看看。玻璃菜乾呢，可以說是我們客家的寶貝哦。那個阿公阿婆啊，都會把那個過剩的高麗菜啊，把它醃製起來，這樣子呢，就是可以全年都可以用到這個玻璃菜乾。那今天呢，我們要配合打拋的碎肉的方式的大小，我要用菜刀把它切碎。我們教了這麼多料理，你們知道菜刀的客家話怎麼說嗎？就是叫做菜刀，菜刀。接下來呢，我們就要用菜刀將高麗菜乾切碎，用菜刀撈高麗菜乾切碎。那今天因為我加了高麗菜乾，就取代了我原本需要的醬料的那個鹹味，因為高麗菜乾本身是有鹹也有酸了。我們加一點點醬油，主要是讓它上色，看起來比較好吃。好，重點呢，打拋要加這個9層塔。好，到底我們今天這打拋高麗菜好不好吃呢？請試吃員來幫我們品嘗看看，是嗎？我蠻喜歡吃的。真的哈、哦？你是客家人嗎？我是閩南人。閩南人，太好了，那我就可以來教他講客家話。那你像你剛才吃的這個高麗菜乾，客家話呢就是叫做玻璃菜乾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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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，講得很好哦，有自信一點。Hello， 各位觀眾朋友們，今天做這道菜你們喜歡吃嗎？特別是高麗菜乾，這個啊真的是私房料理哦。重點是我們學到新的詞，一起來複習一遍吧。來看第一個詞就是高麗菜乾，玻璃菜乾，玻璃菜乾。第二個呢就是菜刀，菜刀，菜刀。第三個來學到一整句話哦，來看這句話就是用菜刀將高麗菜乾切碎。用菜刀撈玻璃菜乾切碎，用菜刀撈玻璃菜乾切碎。你們都有學會了嗎？你們可以邊學客家話，還可以邊學做料理哦。好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